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聽書有賞，我係滅書。今日我哋嚟到致富心態最後一章，你同我的尾聲。呢章就好似作者嘅總結，佢想提醒大家，理財唔係比拼 IQ， 亦都唔係比拼數學，係一場關於情緒、選擇同價值嘅人生旅程。每一個人嘅財務成功定義都唔同，有人會覺得財務自由等於要儲夠1000萬，有人覺得只要夠生活，唔使憂心都係成功。作者話，財富真正嘅意義唔係比較，而係你自己點樣定義為足夠。重點唔係致富，而係守住幸福。呢本書開頭同大家講過，致富要靠運氣、時代同機會，但守住財富同幸福就要靠紀律、耐性同好嘅心態。所以作者最後希望大家記住，錢係工具，唔係目的。我其實都係一個旅程中人，尾聲係想講嘅係，我哋每個人喺金錢上面都會犯錯，唔需要太過自責。唔同嘅人生階段有唔同嘅優先次序，唔需要強迫自己跟人哋嘅步伐。真正嘅自由係你有能力去過自己想過嘅生活，而唔係活喺比較同焦慮入邊。滅書小總結，致富心態最後嘅 message 係：錢永遠都係次要，最重要嘅係你用錢換嚟咩嘅人生。你要揾到屬於自己嘅平衡點，唔好因為比較而迷失。所以真正嘅財富唔係數字，而係安心同自由。多謝大家一路以嚟跟我一齊聽完成本嘅致富心態。如果你都鍾意呢套分享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聽書有賞，留言同我講聽完成本書你最大嘅收穫係啲咩？我係滅書，我哋下次聽書有賞再見啦，拜拜。